联合国大会周已经开始，今年67届全会的主题是战胜中国病毒疫情，振兴联合国。今年9月21日至27日，预计约有100位国家元首将出席在纽约举行的大会。英国国务卿特拉斯表示，与美国和澳大利亚签订的被称为欧库条约的安全协议可能会创造数百个新工作岗位。本周接任外长的特鲁斯表示，他将继续努力保护英国的利益。另一方面，中国和法国继续批评这笔交易。拉帕尔马新火山于当地时间19日下午在西班牙拉帕尔马岛埃尔帕索市的蒙塔尼亚拉加达喷发。西班牙国家地理研究所在拉帕尔马岛的埃尔帕索地区探测到了多次地震，已有350多人被疏散。一段视频本周在中国社交媒体上疯传，并引起热罚。视频中，一名染疫的4岁男童穿着从头护到脚的隔离服，很多网友看到这一幕，心痛得止不住泪水。专家指出，这是中共零容忍防疫政策所带来的社会成本。这么小的孩子不应该经受这种极端隔离政策。在哈萨克斯坦，外国电影必须翻译成哈萨克语并进行配音。哈萨克斯坦拟通过修改电影摄影法，以扩大哈萨克语的使用。欧洲议会16日公布全体会议表决结果，压倒性通过呼吁欧盟制定对中国新战略报告案。报告谴责中国系统性侵犯人权的行为，呼吁欧中定期进行人权对话，解决针对维吾尔、内蒙古、香港和西藏的人权侵犯问题，并确保欧盟有效禁止涉及侵害人权行为的中国企业在欧盟推展业务。据报道，中国贵州省一艘渡轮倾翻，导致9人丧生，6人失踪。在贵州省六盘水市，一艘载有40人的渡轮在藏科河倾翻。据称，这艘渡轮因超载乘客沉没，31人获救，载至今天已有9人死亡。获悉大部分乘客是学生，失踪6人的搜救工作仍在继续。